我哋就睇一睇住客點樣描述漏水狀況。麻煩講一講個漏水狀況。咁漏水狀況就係浴室呢度。喂，呢度都好明顯。呢啲我自己補過嘅。未漏之前，因為甩地灰咁，好冇得核突啫。好。咁但係淨係嗰度不停出水，我試過山水。依個位置不停出水。係啦。係。我試過山水就係2日，但係都照出嘅。嗯。所以就唔知咩事。好。得。出水係出到好似而家咁嘅狀況。係啦，嚟嚟去去都係咁上下嘅啫。即係有水，但係又唔多咁樣嘅狀況啦。OK， 好。嗰埲牆都黑黑地。發生咗幾耐到咧？大約出水可能幾個禮拜。哦 ，OK， 住咗幾耐嘅呢度？2 年。2年 ，OK。咁約莫得㗎，因為有少少資料咁樣。OK， 咁就我撳過譬如嗰啲黑色一點點，即係條邊咧都係實嘅，攞紙巾撳。得 OK， 一陣我會試。咁啊，除咗呢度睇到呢啲咁樣嘅問題，仲有我邊度你會覺得都有啲似漏水相關嘅嘢？我唔知會唔會呢塊。唔緊要，你咪照講。特別黑黑地嘅。好，開咗，因為唔夠光嗰位睇。咁我唔知關唔關事。深色啲咯，呢塊。咁同埋呢度空心啲。空心就唔敢肯定係一開始係空心定點。咁一兩年前都已經係。係咯。熱水管漏水不可能走得出紅外線嘅法眼。漏水其實一個好繁複嘅問題，如果胡亂去做工程睇唔到會解決到問題，所以如果要解決到漏水問題，首先應該揾漏水專業人士用唔同嘅儀器，確定好漏水問題先至定點做工程，如果唔係只會浪費時間及金錢。K21 漏水檢查預約WhatsApp 92185392。